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 Explain Like I'm Five，我係尹行。今集樓市周周睇，會同大家講下近期香港樓市最新動向，包括5月成交量下跌、6月新盤大量推出，以及下半年樓價走勢預測等熱門話題。無論你係打算置業、收租，定係單純關心樓市，今集內容都會幫你掌握最新市況。第一大新聞：5月樓市交投轉弱，成交量下降。近期香港樓市出現波動啦。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數據顯示，5月所有樓宇買賣合約數為6442宗，同比下降12.5%，環比下降10.9%，宗數回落至今年2月後近3個月低位。呢個數字反映咗近期樓市觀望情緒有所升溫，樓宇買賣合約總值呢亦都錄得498.5億港元啦，較舊年5月下跌20.7%，較今年4月微跌0.5%。有分析指出，呢個情況主要受到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嘅衝擊，以及中美關係持續緊張所影響。有趣嘅係，一手同二手市場表現有明顯嘅分歧。一手私人住宅表現相對較好，5月交易量為1665宗，較4月上升4.3%。反而二手私人住宅雖然交易量仍然處於較高水平，但5月交易量環比下滑15.7%至到3026宗，結束咗之前連續2個月環比上升嘅勢頭。咁另外，香港嘅地產界從業人員嘅數量都持續減少。地產代理監管局數據顯示，截至今年5月底，全港持牌代理人數錄得37,871人，按月減少56人，連續13個月下跌，累計減少1302人，創2017年6月之後接近8年新低。咁呢個情況側面呢，就反映咗樓市氣氛呢仍然係比較疲弱。第二大新聞：6月多個新盤推出市場搶攻暑期檔。雖然5月市況轉弱，但發展商似乎依然對6月市場充滿信心。根據市場消息，踏入6月份，發展商積極部署出擊，預計至少有7個新盤共逾2500伙登場。其中，恒基地產旗下嘅紅磡 Mid-to South 第4期 The Haddon 已經公布首張價單共92伙，折實平均尺價19,280蚊。該盤有望最快週末首輪銷售。該項目提供大約450伙，戶型涵蓋1房至3房間隔，並設有少量特色戶。預計關鍵日期為2025年9月30日。另外啦，新鴻基地產旗下屯門 Novoland 第3B 期亦都計劃2週內上載售樓書，開放示範單位同埋開價。該項目提供769伙，由2座大樓組成，涵蓋開放式至4房特色戶。同樣位於屯門旭日國際旗下嘅黃金海灣2南，亦有望月內推出。項目提供692伙，戶型涵蓋開放式至3房，可以話係細價盤為主。業內人士估計，今個月一手交投量有望達1500至20宗，按月回升10%至50%。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，6月有機會推售嘅項目中，不乏細價嘅剛需盤，紅磡項目有機會最先開售。第三大新聞：發展商推優惠清理貨尾盤，面對交投量波動，發展商推出唔同嘅限時優惠，催谷貨尾盤銷情。
啟德現樓項目早前減價嘅策略奏效，最新再將50伙單位定價劃一下調15%，安排周六開賣。恒基地產旗下啟德 A Henny 3期項目最近修訂價單，將50伙單位定價劃一下調15%，最新折實平均尺價大約20,796蚊。上述涵蓋4伙開放式戶、40伙一房戶同埋6伙三房單位，折實價由507.76萬至557.06萬元。永泰地產及萬科香港合作嘅沙田 UNI Residence 亦家推價單4號提供28伙，折實平均尺價大約16,661蚊。項目將會喺本週六以價單同埋先到先得嘅形式出售55伙，折實價介乎499.1萬至682.4萬元。五礦地產旗下已屆現樓嘅油塘蔚藍東岸，特別為九龍東、港島東及將軍澳居民推出限時海陸暢行現金回贈優惠，由即日起至6月15號，合資格買家可獲50,000港元嘅現金回贈。長實集團旗下沙田明日九土山亦公布推出父親節限時折扣優惠。由星期六起，購買指定8伙三房或4房向海單位嘅買家，享6%嘅額外樓價折扣優惠。呢啲優惠反映咗發展商希望透過價格調整同優惠吸引買家入市，清理庫存。第四大新聞，樓價低位徘徊，高盛預測今年見底。雖然交投量有所波動，但樓價方面仍然處於低位徘徊。根據土地註冊處嘅數據，今年4月香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為285.7，雖較上月嘅284.7略有上升，但仍處於歷史低谷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35.16點，按周跌0.79%，跌幅係10週以嚟最大。CCL 連跌2週，共1.13%，失守136點，創2016年8月後次低，僅略高於今年財案前嘅134.89點低位。高盛早前分析指出，香港住宅樓價今年料見底，因為隨住大部分限制樓市買賣嘅辣招被撤銷，樓市成交趨活躍。高盛指出，由於過去2年不斷有新人才來港，租金一直快速上揚，未來租金將會帶動樓價向上。另外，高盛亦都指出，當樓價調整之後，置業者嘅負擔能力恢復，同時融資環境改善，租金收益上升，將吸引新置家、樓市升級者以及投資者嘅需求，令樓市進入此輪下行週期嘅最後階段。現時地產發展商持有嘅庫存係正常水平約2倍，但係預期過剩嘅庫存會喺今年內清理完畢。第5大新聞，交銀國際預期下半年樓價回升3%。最後一個好消息呢，係有金融機構開始睇好下半年嘅樓市前景。交銀國際近日發表研究報告，指出雖然宏觀不確定性喺2025年仍將影響本港樓市前景，但一啲更關鍵因素正出現轉機，有望幫助樓市穩定。交銀國際預計今年下半年樓價升3%， 2026年同埋2027年均分別升5%。佢哋認為香港人口反彈同埋近期利率大幅下降，以及 HIBOR 下跌，都有助恢復市場對樓市嘅信心。HIBOR 下跌直接降低置業者嘅按揭利率，減輕供款壓力，令置業成本得到有效控制。對於首次置業者而言呢個提供咗進入樓市嘅良好契機。對於改善型置業者，
利率下調亦為佢哋提供咗置換更大、更優質房產嘅動力，推動二手樓市嘅流通與升級。有市場人士指出，現時香港樓市已經到咗公平過租嘅時期。例如元朗 YOHO Town 約475尺嘅單位，以625萬計算，月供約15,886蚊，而租金則約16.0元。供樓已經比租樓更加划算啦。咁呢個情況或者會吸引更多嘅租客轉租為買，進一步刺激樓市需求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或者想了解更多關於香港樓市嘅資訊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打開小鈴鐺，以免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。我係允恒，下集再見。